大家好，我是姚文雄。有人问我马来西亚的泉州话，尤其是中马的泉州话所讲的“沙妈”是啥物意思？沙妈是照马来话的“什么啊”，好乐办句。沙妈人有社会责任，爱加讲不过，无论是对厝内人、亲戚、朋友。甚至是社会人士，你毋捌的欺负人，拢总爱讲不过。花拍过你看电视，搁有社交媒体安尼做节目，你是惊囡仔袂晓花拍过咩？三妈才学教我对应嘅讲法，就是数码人都爱真社会责任。同数码人讲母语，而北马的泉州话就是讲加了人爱白白讲不久，我人的不久才有通发展落去。还是啊，北马的泉州话口音，我真艰苦咧。你人的漳州海顶沙多桥，真正是艰苦咧。然后白马嘅客家话又讲加了人爱讲母语，沿着嘅母语创造的发展落去。